月18日，陪你讀新約，使徒行傳15章22至41節。會議的覆函。那時，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，差他們和保羅、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。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，這兩個人在弟兄中是作首領的。於是寫信交付他們，內中說：使徒和作長老的弟兄們，問安提阿、敘利亞、基利家外邦眾弟兄的安。我們聽說有幾個人從我們這裡出去，用言語攪擾你們，惑亂你們的心。其實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，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，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裡去。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不顧性命的。我們就差了猶大和西拉，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些事，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，唯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，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。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。願你們平安。他們既奉了差遣，就下安提阿去，聚集眾人，交付書信。眾人念了，因為信上安慰的話，就歡喜了。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，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，堅固他們。住了些日子，弟兄們打發他們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們的人那裡去。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，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，傳主的道。保羅和巴拿巴分手。過了些日子，保羅對巴拿巴說：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，看望弟兄們境況如何。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，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，不和他們同去做工，就以為不可帶他去。於是兩人起了爭論，甚至彼此分開。巴拿巴帶着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，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，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。他就走遍敘利亞、基利家，堅固眾教會。